2023年6月，香港著名演員老戲骨張英才遺憾離世，享年88歲。作為香港上世紀60年代紅極一時的一位實力派演員，張英才參演過很多經典作品，從初戀到阿里巴巴與40大盜，再到風塵奇女子、玉女球王、豪門熱債、八仙鬧東海、火燒少林寺、武則天、碧血金釵、武當飛鳳、魔宮神掌等等。憑借這一部又一部的作品，深受觀眾喜愛的張英才，一度成為了當時邵氏粵語片組的當家小生之一。然而，誰能想到年輕時風光無限的張英才，晚年卻經歷了太多的不堪和苦楚，不僅住進了養老院，還在88歲的時候帶着遺憾離世。出生於1934年9月15日的張英才，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喝着香江水長大的他，自幼在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生活。雖說家境一般，可張英才小時候的生活過得並不是特別差，父母都很寵愛他，省吃儉用也要供他讀書識字。小學畢業後，張英才考上了香港華人書院，這是香港的傳統名校之一。大家熟悉的李克勤、張智霖、房祖名、秦沛等明星藝人都是這所學校的校友。1950年中學畢業後，張英才沒有繼續讀書深造，而是早早進入了社會打拼。當時香港演藝圈正處於起步階段，發展機會特別多。眼光長遠的張英才發現了這個行業的發展前景，同樣進入了演藝圈發展。他最初加入的是香港永茂電影公司，和大多數剛出道的新人一樣，他那時候並沒有太多發展機會，只能在片場打雜，偶爾客串一些作品。不過，儘管那時候發展不好，可張英才還是出演了不少作品，例如《養子當知父無恩》、《失足恨》、《梨花一枝春大雨》、《一片冰心》等作品。經過數年時間的摸爬滾打，張英才不僅漸漸在演藝圈站穩了腳跟，也迎來了他的發展機會。1956年，張英才所在的永茂電影公司被收購，意識到很難在該公司取得更大發展的張英才，立馬轉身加入了當時香港發展得最好的電影公司之一邵氏的旗下。進入邵氏後，在邵氏公司的力捧下，張英才迎來了事業的巔峰期。他相繼拍攝了《初戀》、《阿里巴巴與40大盜》、《青山紅粉》、《女大不中留》、《玉女球王》、《客串夫妻》等經典影片。1964年，張英才和當紅女星林鳳、李香琴、譚善紅一起合作了《街市皇后》這部影片。在片中扮演富家公子哥何俊華一角的他，將該角色刻畫得特別好，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在上世紀60年代，張英才還參演了《大丈夫日記》系列、好兒孫、幸運老爺車、武當飛鳳系列、海底龍吟劍、神龍五虎將、霹靂眉系列、無敵天書、黑寡婦等一部部經典作品。憑借着眾多優秀的影片，深受觀眾喜愛的張英才，不僅紅極一時，還一度成為了當時邵氏公司的當家小生之一。在事業快速發展的同時，張英才也收穫了一段感情，只可惜這段感情並不美好。1965年，在拍攝關智堅執導的《遙遠的路》這部影片時，張英才邂逅了女演員車爾芬。車爾芬英文名叫 Helen， 在上世紀60年代也曾紅極一時，和任白、陳寶珠等人相熟，圈內人脈特別廣。在拍攝《遙遠的路》期間，張英才戲裡戲外都和車爾芬走得非常近，非常合得來的他們，迅速成為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。1969年，在拍攝胡鵬執導的《伏魔乾坤劍》
這部影片時，張英才再次和車爾芬相遇，相談甚歡的他們，在不斷的接觸和相處下，日久生情，自然而然的走到了一起。和車爾芬愛得難捨難分的張英才，後來攜手車爾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收穫了屬於他的幸福。收穫幸福後，張英才繼續活躍在演藝圈，陸續又參演了《昨天今天明天》、《偷心賊》、《天天報喜》、《多嘴街》、《瘋狂大笨賊》、《鬼馬世界》等作品。上個世紀70年代末，可能是因為邵氏沖現出了更多優秀的演員，張英才的發展受到了威脅，他參演的作品越來越少。為了獲得更好的發展，經過再三考慮，張英才毅然離開了工作多年的邵氏，開始另謀出路。1980年，已經46歲的張英才轉身加入了無線電視，也就是俗稱的 TVB。讓人沒想到的是，中年跳槽的他，後來的發展一點也不比年輕時差。4. 進入 TVB 後，在 TVB 的力捧下，張英才接連參演了不少經典港劇，塑造的很多角色更是堪稱經典。從《倚天屠龍記》中的余代岩到《天龍八部之六脈神劍》、《虛竹傳奇》中的段正明，再到《神鵰俠侶》、《神鵰英雄傳》中的馬玉，以及《鹿鼎記》中的情官等等，都深受觀眾的關注。除此之外，他還參演了《楊家章》、《雪山飛狐》、《碧血劍》、《書劍恩仇錄》、《俠客行》等經典作品。參演影視作品之餘，張英才還進入了配音領域發展，參與了不少影視作品的配音工作，事業上可以說是發展得風生水起。不過，可能正因為事業上發展得太好，以至於他忽略了生活，導致他和車爾芬的婚姻亮起了紅燈。由於婚後忙於工作，長時間不在家，生活上的瑣事全都壓在了車爾芬一個人身上，加上隨着結婚的時間越來越長，各種矛盾出現等等，張英才和車爾芬的感情越來越淡。起初為了孩子和這個家庭，張英才和車爾芬都在盡力維持這段婚姻，但在時間的消磨下，這段婚姻最終還是沒能持續下去，僅僅維持了20載就以離婚告終。張英才在離婚後，為了不被生活中的瑣事困擾，他一如既往的撲在事業上。上個世紀90年代，活躍在演藝圈的張英才，接連又參演了《92黑玫瑰對黑玫瑰》、《射雕英雄之南帝北丐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笑傲江湖》、《醉打金枝》、《天龍八部》、《天龍大帝》、《雪山飛狐》等作品。進入新世紀後，寶刀未老的他，先後接拍了《醫神華佗》、《碧血劍》等作品。2001年，在張英才67歲這一年，可能是覺得年紀太大，又或者是發展機會大大減少等等，張英才終於放緩了演藝事業的腳步，慢慢淡出演藝圈，也淡出了大眾的屏幕。2023年6月，出道數十年之久，一生都在演繹經典作品的張英才，在養老院孤獨離世，帶着遺憾離開了這個美好的世界，享年88歲。當時一度有消息稱車婉婉是張英才的親生女兒，近日車婉婉忍無可忍，親自發聲闢謠了。很多觀眾對於車婉婉的熟知，都是因為她在古裝劇《皆大歡喜》中飾演萬貴妃一角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車婉婉還曾做過專業歌手，拍過電影。車婉婉在娛樂圈沉沉浮浮30幾年，一度經歷事業低谷，近年才憑借擔任《中年好聲音》主持人，再度成功翻紅。近日車婉婉的身世之謎再度被人提起，對於此事車婉婉一直再三澄清，並表示生父另有其人。
張英才絕不是自己的親生父親，還很氣憤地表示，這件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傳出，10幾年了還來講。萬般無奈的車婉婉決定公開親生父親的身份。他稱在母親離世後，生父就曾主動聯繫他並與他相認。現在親生父親生活在美國，當時第一時間知道這件事情時，十分謹慎的車婉婉也是第一時間進行核實，最後發現信息無誤，父親的姓名與他出生證明上所填父親的名字一致。之後親生父親還特意從美國來到香港，兩父女相認的畫面，車婉婉稱到現在，她都難以忘懷。車婉婉還續指，兩父女從那以後一直聯繫。她當年生孩子時候，生父也有去醫院探望。相信車婉婉這次徹底公開與生父相認一事，也是不想再被人傳一些不實傳聞。車婉婉出生在於單親家庭，母親是粵語片演員車爾芬，而她的前夫正是張英才。兩人在1964年結婚，1969年離婚。婚後兩人育有兩子，也正是因為這樣的關係，很多人才誤傳車婉婉就是張英才的女兒。但對此車婉婉一直進行否認，並稱呼張英才為叔叔。其實車爾芬與張英才1969年離婚，而車婉婉是在1974年在美國出生。相信車婉婉與張英才真的不存在血緣關係。說起車婉婉的母親車爾芬，也是個一生風波不斷的女人。她曾在2002年因盜竊及洗黑錢被判7年，但因身體問題最終獲得假釋，於2007年肝病離世。對於至親的離世，車婉婉曾大受打擊，還曾嚴重失聲，事業一度陷入低谷期，令她深陷痛苦，久久不能走出來。回憶那段至暗時期，車婉婉曾表示自己很迷失，也很抑鬱，整日只想着抽煙、喝酒，完全放棄自己。後來幸得貴人的相助，與林曉峰搭檔做主持，才勉強穩定生活。要說起車婉婉最後能夠鹹魚翻身，爭取到 TVB 中年好聲音的主持人，還得感謝曾志偉的提攜，才令他的事業可以重新翻紅。對此車婉婉也是十分感激，並更加努力。現在的車婉婉事業發展越來越好，去年還曾客串爆款劇集《新聞女王》中的華姐一角，贏得不少觀眾的好評。不僅如此，車婉婉也又再度開唱，積極的投身音樂會之中。越來越開心的車婉婉坦言，現在才是她入行以來發展最好的時候。她很珍惜，相信有過之前那麼多的人生經歷，車婉婉早就參透人生的道理，也會在今後更好好把握事業的時機，發展越來越好。